今天牧師正道經文喺馬可福音嘅第十章第1至第12節，我哋大家一齊打開聖經。馬可福音嘅第十章第1節話：耶穌從那裏起身來到猶大的境界，並約旦河外，眾人又聚集到他那裏，他又照常教訓他們。有法利賽人來問他說：人休妻可以不可以？意思是要試探他。耶穌回答說：摩西吩咐你們的是什麼？他們說：摩西許人寫了休書，便可以休妻。耶穌說：摩西因為你們的心硬，所以寫這條例給你們。但從起初創造的時候，神造人是造男造女，因此人要離開父母，與妻子聯合，二人成為一體。既然如此，夫妻不再是兩個人，乃是一體的了。所以神配合的人不可分開。到了屋裏，門徒就問他這事。耶穌對他們說：凡休妻另娶的，就是犯姦淫；辜負他的妻子，妻子若離棄丈夫另嫁，也是犯姦淫了。牧師今天正道經文，人休妻可以不可以？而家我哋將時間交俾林牧師為我哋正道。從父神並基督耶穌裏歸俾使徒教會嘅每一個弟兄姊妹。我睇到主耶穌佢講到呢度嘅馬可福音第10章，講到休妻，我知道佢好愛佢自己嘅兒女。我希望你喺休妻嗰度地方咧，你寫啦，寫其他嘅經文。新約嘅聖經，你寫馬太第5章、馬太19章，更加詳細嘅解釋。而舊約嘅經文咧，仲有新約經文咧，哥林多前書第7章。舊約經文亦都係3處嘅地方：申命記24章、耶利米書第3章、何西阿書第3章、馬拉基書第2章。我將我睇到嘅重點交俾你。我喺好多地方嚟牧會，有喺台灣人、大陸人同埋廣東人。而家你留意嘅時候，你發現咧，廣東人、台灣人都唔係好多，但係大陸人咧係比較好多，係離婚，係好多。主耶穌係知道，主耶穌係知道。咁有好多原因啦，離婚。咁我今次去巴拿馬都聽到兩個愛主嘅姊妹，丈夫虧待佢，咁佢自己好辛苦嚟養自己嘅仔女。有冇離婚咧？有。我哋咧就去幫助呢啲離咗婚嘅，繼續鼓勵佢。咁佢兩個因為離咗婚，所以佢就係讀神學。所以越去不同其他教會去服侍嗰時，你聽到好多事情。我先講一啲重點先。喺聖經裏邊，我哋睇到申命記24章，我哋打開申命記24章第1節至到第4節，講到如果呢個地方係好多人離婚嘅時候咧，呢個地方嘅地土咧係得到玷污，玷污地土咧，神係憎惡，神憎惡嘅時候，嗰啲地方咧就唔會有工作做。你而家好多時有啲應該點樣講啊？唔睇聖經嘅人，佢覺得係環境污染，影響呢個世界，好多地方有傾盆大雨啊，好多嘅災難。喺聖經裏邊我睇到
呢啲災難係因為呢個地方唔再聖潔，唔係因為環境污染。如果唔明白詩篇裏邊講到喺神個寶座裏邊有好多冰雪，喺啟示度講嘅叫做 crystal，又好 clear 嘅冰，邊度唔夠雨佢降少少落嚟滋潤嘅地土。喺呢個嘅約珥書，佢恩待佢嘅百姓，俾佢春雨秋雨。如果佢管教佢嘅百姓，佢傾盆大雨。弟兄姊妹，你小心聽，唔好走呢個世界嘅道路。呢個世界道環境變得好緊要啊！佢係因為咧，我哋咧污染咗個地方，我哋污染咗呢個地方，讓我哋依靠神，神仍然俾我春雨秋雨。我讀俾你聽，離婚帶來嘅收場就係神憎惡第一，第二咧地咧係污染咗。24章申命記第1節至第4節，人若娶妻之後見到佢有什麼不合理嘅，不喜悅他，就可以寫休書交在他手中，打發他離開夫家。然後婦人離開咗夫家以後，可以去嫁別人，因為佢攞咗休書啊嘛，係嘛？後夫咧，即係第二個丈夫咧，若恨惡佢，就寫休書交在佢手中，打發佢離開夫家，或是娶她為妻嘅後夫死咗，OK，打發他去嘅前夫唔可以在婦人玷污咗之後再娶佢為妻，因為這是耶和華所憎惡。可以使唔可以使不可以使耶和華你神所賜你嘅地為業嘅地被玷污。我再講，離咗婚，將個妻子趕離開，覺得佢唔合理，覺得佢唔喜悅，你寫低，你見到佢有什麼不合理，見到什麼不喜悅，我應該祈禱，唔好因為你唔喜悅佢，你就休佢，因為神唔喜歡離婚啊，唔係你喜唔喜歡啊，係呢個人，呢個妻子可能將來幫助你嘅，你唔知道，即係唔好睇現在嘅事情。OK， 你睇到唔合理，但係神話，我唔記得，我唔知你知唔知道哥林多前書第10章12節，一個人以為自己站立得穩嘅，需要點樣啊？謹慎，免得自己跌倒。但係佢再講，佢話我哋所遇見嘅試探，無非係人所能受嘅。你覺得唔合理，但係神會俾你足夠能力，可以唔使離婚嘅。你覺得唔喜悅，你可以自己生命自己改一啲，可以使到佢喜悅你嘅。即係我覺得一樣嘢就話，呢度短短嘅聖經，你睇唔到離婚係神憎惡，唔好做一啲嘢神憎惡。你做一啲嘢神憎惡嘅時候，將來你求佢嘅時候，佢唔應允你嘅祈禱。第二，你離婚，再跟住再娶佢翻嚟，呢個地方污穢咗，呢個地方污穢咗之後就唔會有工做噶啦。OK， 地方污穢咗，好似巴比倫呢個地方污穢咗，永遠冇人煙、冇火、冇人住，變為野狗居住嘅地方。好好嘅地方變為唔好嘅地方，係因為我哋冇聽神嘅說話。如果一個人覺得唔合理，你覺得唔喜歡，但係聖經話我哋啱啱讀咗呢個馬可福音第10章，佢話第5節，耶穌說：摩西因為你哋嘅心剛硬，所以寫呢個條例俾你，就係申命記24章
第1節至第4節，話你可以寫休書，要你嘅太太離開。OK，但從起初創造嘅時候，就係創世記嘅時候，神造男造女，因此咧，人要離開父母與妻子聯合，二人成為一體。既然如此，夫妻唔再係兩個人，唔再係兩個人，即係唔好離開咯。一離開嘅時候，你嘅家庭會受到虧損嘅。OK，佢話夫妻唔再係兩個人，因為二人成為一體。既然如此，夫妻唔再係兩個人，乃係一體了。神配合嘅人唔可以分開。我唔理你以前係信主還是未信主，你結婚嘅時候係神配合噶，係神將最好嘅俾自己兒女嘅。你覺得唔喜悅，係因為你自己變咗心嘅，唔係神變咗，神冇變嘅，神知道。OK， 嗱，我再講一啲經文俾你睇。你話我唔喜歡，我唔喜歡就做你自己中意做嘅嘢。但係如果你唔喜歡，你做一啲嘢神唔喜歡，你將來受嘅虧損啊係好大嘅。再翻翻轉頭，哥林多前書第7章第10節，我讀俾你聽。至於那已經嫁娶嘅，我吩咐他們，其實唔係我嘅吩咐，乃係主嘅吩咐。妻子唔可以離開丈夫，若是離開就唔可以再嫁，唔可以再嫁，或是仍和丈夫和好。你要知道，你想離開佢，你可以離開，但離開咗，你唔能夠再嫁俾其他人。OK， 丈夫亦都唔可以離開妻子，如果離開咗，即係亦都唔可以再娶，同一樣嘅道理。然後跟住12節，我對其餘嘅人說，唔係主說，倘若弟兄有不信嘅妻子，妻子願意和佢同住，點解會有不信嘅妻子咧？意思即係話，好似我結婚嘅時候，係兩個都冇信主嘅，後來兩個都信得主。咁有時兩個都冇信主結咗婚，但兩個冇信主結咗婚，咁係咪代表佢嘅結合唔係神配合咩？唔係啊，一樣係神嘅配合，只不過你唔知道嘅啫。OK， 仲有啦，咁結咗婚之後，有一個信主，另外一個唔信主，咁保羅咧就提到呢件事情喺12節，佢話倘若某弟兄有不信主嘅妻子咧亦都情願同佢同住，你做丈夫咧就唔可以因為呢家我信主你唔信主，你雖然願意同我同住，我都唔能夠同你一齊住，同佢離婚，呢個唔係一個藉口。OK， 跟住咧，妻子有不信嘅丈夫，丈夫情願同佢同住，做妻子嘅唔能夠離開自己丈夫，因為不信嘅丈夫就因着妻子嘅緣故成了聖潔。換句說話，你結婚嘅時候兩個係未信主嘅，後來有一個信咗主，另外一個唔肯信主，堅持唔肯信主，但係堅持唔肯信主唔係你離婚嘅理由。OK， 唔係你離婚嘅理由，仲有講，只不過係你唔喜悅，你覺得唔合理。OK，咁我再睇，跟住睇呢個嘅14節，因為不信嘅丈夫因着妻子相信嘅緣故成了聖潔，並且不信嘅妻子因着丈夫又成了聖潔。任何一個信主，兩個同房嘅時候咧係聖潔嘅，生個仔女咧都係聖潔嘅。你哋嘅兒女係聖潔嘅。雖然一個係未信主，但係佢願意同你同住嘅時候，你生嘅仔女係潔淨嘅。OK， 咁跟住再睇15節，即係如果冇保羅去解釋，淨係睇摩西五經，仲以為呢家我知道點樣離婚可以俾佢休書就搞掂，明白嗎？即係我哋多睇聖經，
睇下神喺不同嘅角度點樣睇呢件事情，以至我哋知道咗之後，可以教導自己，教導自己嘅兒女。佢話：倘若那不信嘅人要離開，佢要離開，唔係你信嘅話同佢離開，係唔信嘅同你講話要離開。如果佢要求同你離開嘅，你就由佢離開。但係如果你做一啲嘢黑佢憎嘅，使到佢離開，你要負呢個責任。你唔好做一啲嘢故意咧嚟 trap 佢，等佢咧哇咁等佢唔中意我，咁佢離開，明白嗎？唔好咁樣。嗱，我話一樣俾你聽，你嘅心點樣，神知道嘅。你可以呃到人，你呃唔到神嘅。唔好做一啲嘢，故意使到佢咧話要同你離開。跟住保羅再講一啲好緊要嘅道理。倘若那不信嘅人要離去，就由佢離去。無論係弟兄，無論係姊妹，遇見呢啲事咧，唔好拘束。神呼召我哋，原是叫我哋和睦。如果佢要離開，即係佢唔想同你和好啫，咁你就讓佢離開。唔好做一啲嘢係使到佢咧作呢啲咁嘅決定，係佢自己作嘅決定，唔係你作嘅決定，明白嗎 ？OK， 好，第16節。嗱，你記唔記得大衛做古惑仔啊？佢要殺呢個烏利亞嘅時候，佢叫佢等仇敵嚟殺佢，明白嗎？你咁樣做，神處理你噶，佢自己死4個仔啊！如果你知道咁樣做呢啲嘢，拿單同大衛講：哦，你冇死，你認罪，你冇問題，但係你會死4個仔。OK， 我哋記住啊，神咩都知道，你可以呃到人，呃唔到神。如果你喺神面前無愧嘅良心嘅時候咧，你遇到難處你都唔使驚啊，神會恩待你。我講個例子俾你聽。我哋好多時話我哋信耶穌啊，係嘛？但係其實咧，我冇信到耶穌。記唔記得我喺5月29號嗰陣時候，我買機票係嘛？咁啊，孫牧師佢問我，佢話你佢話你買機票未啊？我話我呢個去買呢個係嘛？咁佢又自己又去買，咁啊大家冇夾定噶，咁啊買翻出嚟咧，同一個時間係由 Houston 翻去去巴拿馬，好特別。跟住佢問我，佢話你買唔買保險啊？即係佢知道係呢個巴拿馬俾錢啦。我話我唔買保險，我又唔係去旅行 ，OK， 我去侍奉神啫。如果神帶我去嘅時候，佢會保守我平安去。我就喺星期六係唯一一日係休息嘅星期六。咁我同孫牧師話：我話你話俾啲嗰啲帶領我哋出邊嘅同工講，你話林牧師咧係想去探一啲有病嘅肢體，為佢哋祈禱。我唔想去睇其他嘢，但係咧都冇聽我講。個牧師係繼續帶我去睇啲博物館嘅嘢。咁我就去到洗手間。我一生咧係3次咧係跌過。第一次咧就喺呢個嘅 Elmwood 嗰個我哋有一個嘅出去地方，出去個地方未出去未啊？一個地方斜斜地嘅，兩邊咧有個地方趌出嚟嘅，我睇唔到趌出嚟，我隻腳又喺嗰度，成日佢扭親，冇扭斷啊！我就聽到有一個姊妹出街喺街度扭親，就要施手術。第二次我係大約10年前喺呢個嘅 First Church Nazarene， 我咪有樓梯去尖嗰度嘅，我唔知點解會 miss 咗一步，成個仆咗喺度，又冇斷手，又冇斷腳。今次我巴拿馬，我都唔知點樣跌法啦。我想去洗手間，竟然個洗手間嘅樓梯嗰個高度咧係唔同，我冇睇到，我成個仆喺度嘭一聲啊！話孫牧師，佢話林牧師，你冇事嗎？冇事嗎？我睇翻係冇斷，冇痛喎，係嘛？淨係手呢度呢個仲摸到係突咗出嚟，係即係唔舒服少少。星期六發生呢件事情，星期日我要講道，有2個地方講道，係嘛？我話主啊，你多謝你保守，我冇買到保險啊！如果我嗰一步我係撞到好痛嘅，
但竟然冇事啊，冇斷到。你可以想象啊，如果星期六我斷咗手，我要打石膏，明白嗎？星期日我要講道，神保守住我。神用箴言書24章同我講，佢話義人雖然7次跌倒啊，我會扶持佢，我有3次。OK， 佢都扶持咗我，咁我哋咪聽到咯。點解我祈禱我話神啊，保守我哋，唔係淨喺外邊有平安啊，保守裏邊都有平安。我聽到我哋所愛嘅姊妹 Cecilia 喺屋企就咪跌親啊嘛，係咪？跌親就可以好厲害噶，唔係一定出邊跌親先厲害噶，屋企跌親都會厲害噶。所以我就祈禱我話主啊，我哋喺屋企你保守我哋平安，我哋出邊你都保守我哋平安。就正如詩篇121篇所講，我出我入，求你眷顧保守我哋性命，免受一切災害，明白嗎？我哋求神啊，就算喺屋企啊，有時唔小心都會跌倒嘅。唔好以為喺屋企唔會跌，呢家年紀大咗之後啊，你以為睇到你睇唔到啊，就會跌親嘅。我哋需要主嘅保守。我向山舉目，我個幫助從何而嚟？我個幫助從造天地嘅耶和華而嚟。他必不叫我個腳搖動，保護我嘅也不打盹，也不睡覺。保護我嘅係耶和華，耶和華在我右邊蔭庇我。白日太陽必不傷我，夜間月亮都唔會害我。耶和華要保護我，從今時直到幾時啊？直到永遠。呢啲咁寶貴嘅經文啊，我哋每一個弟兄姊妹都揸住呢啲聖經嚟到。我同孫牧師講，我今次我唔係去旅行。我以前喺城西教會嘅時候，我識得一個嘅弟兄嘅父親，好有錢嘅。佢咧就邀請我同佢喺大學區嗰度買咗好多嘅房屋同佢裝修。咁後來聽到佢消息嘅話，佢話佢去旅行，點解旅行沖涼嘅時候就跌咗落嚟，咁咪死咗。我同主講我唔係旅行，我同孫牧師講我話我唔想去呢啲地方，我想係去探下弟兄姊妹，做一啲神要我做嘅工作，所以我冇受到虧損啦。OK， 唔見咗個手機，我話俾個空中小姐聽，我話我唔見到手機，我入咗去飛機啊。佢話你唔能夠出去噶，佢話你出去咧，你要攞晒呢啲行李嚟出去。佢驚你點啊？你嘅行李嗰度有炸彈，跟住你又走咗，跟住你話我搵唔到吓，好，我帶埋行李出去。咁嗰個外邊嘅嗰啲人問我點解你出翻嚟啊？我話我唔見到手機。咁佢幫我搵，佢搵唔到，咁我搵唔到咪翻入去咯，係嘛？OK no problem。我祈禱我同神講，我話神啊，呢個手機係我攞嚟睇聖經嘅。15分鐘之後，有另外一個外邊出邊嘅空中小姐，佢話呢個手機係咪你噶？我話係我嘅。我唔見咗手機，我跌親。神話我保守你。8章28節羅馬書，保羅話你要知道啊，你要曉得啊，你要明白啊。神為愛佢嘅人，神佢所呼召嘅人，我今次去巴拿馬係你呼召嘅，你同我講嘅 ，Whoever I send and I will be with him， 神會與佢同在嘅。8章16節、8章29節，羊福音我背咗去嘅。I need your presence， 我失咗嘅，你俾翻我，佢俾翻我，仲奇妙啊！我同佢講，我話你話 change 個時間 change 咗5次，我唔知點解會 change 5次。我話呢個係個 dinner 嘅時間啊，你 miss 咗呢個飛俾我，你 suppose 要俾翻我係個 voucher 嘅。嗰個男嗰個佢話 no，has to be more than 3 hours。另外一個女嘅係 supervisor， 佢話 you come here，I give it to you。第二次我睇到呢整個過程啊，我喺呢個嘅侍奉裏邊啊，我好高興，我睇到有神嘅同在。所以8章28節我背咗佢啊，佢話你要知道，你要曉得啊，神喺背後作萬事啊，你睇唔到嘅。到你遇到危險嘅時候，你見到神喺背後啊
係幫助你，幫助那些愛佢嘅人，被佢呼召嘅人。我話你 call 我嚟去呢度地方嘅，我話我唔買保險嘅。孫牧師話你唔買啊，我都唔買，兩個都冇買，兩個都冇事。OK， 唔係話人哋俾錢你就去買啊，我可以自己要親身經歷啊，神俾我祝福啊，就係詩篇134篇第7節，神為敬畏佢嘅人啊，神會差遣天使天軍啊，四圍安營啊，係搭救佢啊。你要自己第8節，你自己要嘗嘗主人嘅滋味，你就知道佢係美善，然後凡投靠佢係有福氣。我唔係淨係聽聞啊，我自己經歷嘅。我翻到嚟，我聽到細芬同我講，佢話又有意外，但係冇問題，神亦都保守，唔係淨係保守我，保守細芬。弟兄姊妹，我呢個神啊係大神嚟嘅，唔好淨係口頭話我信神，跟住買保險啊！明白嗎？我咪講咯，同我一齊做生意嗰個人好恩待我噶，我俾個價錢佢冇同我減我價錢噶。如果去旅行翻唔到翻嚟啊，死咗喺酒店度，因為佢唔係去嗰度傳福音啊，我係去傳福音啊，我唔係去旅行啊，我去旅行我唔使去巴拿馬，明白嗎 ？OK， 好。我再翻轉頭，所以我哋睇聖經咧，唔好淨係睇一處地方，你多處背咗，你經歷到之後咧，神同你講嘢，係我保守住你啊。箴言書24章所講得好清楚噶，義人雖然7次跌倒啊，我扶持佢噶，7次啊，我都扶持啊。OK， 所以感謝神啦，扭親隻腳又冇扭到，繼續可以行。我喺教會服侍噶嘛。喺 Amway 嗰度，跟住 First Church Nazarene 啊，跟住我去巴拿馬 ，right？ 總之咧，求神幫助我哋啦，神幫助神聽禱告噶 ，OK？ 神好好噶。我翻轉頭再睇翻，我覺得保羅講到好好，佢話倘若一個唔信嘅人話要同你離開，就由佢離開。無論係弟兄或者姊妹遇見呢樣事嘅咧，唔使驅逐。神呼召我哋原是叫我哋和睦噶，既然佢唔想同你和睦嘅時候，佢要離開，就讓佢離開。佢話但係咧，保羅講一句好重要嘅說話：你這作妻子嘅，怎麼知道唔能夠救你嘅丈夫咧？即係唔好使到佢生氣，話要同你離開啊！你要救佢啊！但係如果你救咗佢啊，就會賜福俾你。耶穌降世啊！你寫低提摩太前書第1章，為要拯救罪人，這話是可信可佩服嘅。你受苦，你丈夫對你唔好，你要救你嘅丈夫。你估你唔會得福氣啊？你一定得福氣啊！我話俾你聽，我知道好多丈夫係虧待自己嘅妻子嘅，我知道好多妻子係虧待自己丈夫嘅，但係你繼續跟從主耶穌。你恩待佢，你唔好虧待佢，唔好使到佢有藉口嚟話同你離婚。總之你愛佢，神會透過你嘅愛嚟感動佢啊。邊度講啊？箴言書所講嘅，佢話呢個仇敵若餓啊，你俾佢飯吃；呢個仇敵若渴啊，你俾佢水喝。你咁樣做，佢會悔改回轉，你把炭火堆喺佢頭上。仲有啊，又會賞賜你啊。總之佢對你唔好，但係你對佢好。你保持你嘅婚姻，你話主啊，我知道你要透過我嚟救佢噶，我要救佢，好似耶穌降世要救罪人，救呢個掃羅。我話俾你聽，你做呢樣嘢嘅時候，你係蒙大恩嘅女子。記住我講呢句說話，我呢個唔係淨係同你講第10章馬可福音，太簡單啦，裏邊有好多複雜嘅嘢，係我哋基督徒要學嘅。學耶穌嘅榜樣啊！豈唔知道神要透過你嚟救你嘅丈夫嗎？豈唔知道神要透過丈夫嚟救你嘅妻子嗎？明白嗎？我再講兩俾個例子你喺哥林多前書第7章呢度講呢句說話，你就寫何西阿書第1章，記唔記得何西阿係一個聖潔嘅先知？記唔記得啊？
何西阿書就係但以理書後邊個何西阿書，好西啊，第1章同第3章寫第1章同第3章。神叫呢個聖潔嘅先知啊，娶一個淫婦啊、妓女為妻子啊，佢聽神講啊，就係神就透過佢嚟救佢。呢就寫喺哥林多前書第7章，明白嗎？呢啲例子我睇到嘅。而何西阿將來喺神面前啊，係得福氣嘅。仲有啊，呢個妻子啊，離開自己嘅丈夫，幫丈夫生咗2個仔1個女，都離開自己嘅丈夫，話我個前夫俾我有咩好處？神叫佢碰釘碰牆啊，受痛苦啊。後來叫呢個婦人悔改回轉啊。弟兄姊妹記住我所講，睇聖經唔好淨係睇一處，多處地方揾到答案，就好似箴言書所講，你嘅妻子唔係你嘅仇敵嚟㗎。雖然你恨佢，可能到看到個地步係仇敵，但係仇敵啊，餓咗你都俾佢飯吃啊，渴咗你都俾佢水喝，唔係等佢餓死，等佢渴死啊。神話我會賞賜你啊！呢句說話咁寶貴嘅時候，竟然呢個掃羅後來改變成為保羅，寫羅馬書第12章嘅時候，佢提到呢件事情，明白嗎？要我咩？以善勝惡啊！唔好為惡所勝啊！嗱，佢對我唔好，我對佢唔好，唔好咁樣啊！佢啊，你遇到難處啊，我救你救到底啊！邊度講啊？13章第1節，約翰福音，神既然愛屬佢嘅兒女，就愛他，愛到點樣啊？愛到底。13章同耶利米書31章一模一樣啊！佢愛你愛到底啊！所以你要愛你丈夫，愛你嘅妻子啊，愛到底。仲有啊，你話咧，我妻子聖經講，如果佢犯奸淫，我可以同佢離婚。我知道係可以離婚，但係離婚係點樣話？神話我憎惡離婚，你可以離婚，但係你做呢件事情我唔中意。意思即係話，咁你咪忍咯，明白嗎？何西阿見到個妻子啊，生咗2個仔1個女，仲揾翻前夫，神叫佢再娶翻佢。何西阿肯娶，哇！我覺得呢個係基督嘅愛，呢個係基督嘅愛，唔係話你聖經講咗俾我聽啦。馬拉基書第2章，佢虐待你，你可以同佢離婚；佢虧待你，又可以同佢離婚。用好多嘅理由嚟說服自己，但係冇講到一樣嘢，係神憎惡離婚。我哋一齊講啊嘛，講3次。耶和華憎惡人離婚，佢喜歡人點樣啊？忍受苦楚去救人條命。其實整本聖經就係講咩啊？耶穌降世為我受苦，救我哋條命，係嘛？咁你跟住佢再講，佢話佢話基督愛教會，基督就好似新夫，教會就係新婦，明白嗎？你估教會有冇離開住啊？有啫，但係佢冇離開你啫。你寫低耶利米書第3章，本來話呢個人已經我都同佢離咗婚，有話說，人若休了妻離開佢啦，作了別人嘅妻子，前夫豈能再收回佢咧？如果收回佢，呢個地方唔係玷污嗎？但係神叫何西阿再收回佢。如果神話唔係收回佢啊，恐怕冇人得救。我再講就係保羅教導我嘅，神會透過你啊嚟救你個配偶啊。哇！你救到你個配偶啊，你成功啦，神會使用你。OK， 整本聖經都係點講啊？背十字架。我哋喺婚姻裏邊啊，係背十字架。點解佢喺哥林多前書結束嘅時候佢講佢話，如果你可以唔使結婚嘅，你又唔會被情慾控制嘅，唔結婚好過結婚。但係如果結咗婚，你唔好要話要離婚啊！我再講啊，我自己親眼見到嘅係紐約嗰啲人離咗婚啊，啲仔女啊係乖乖嘅。正如馬拉基書第2章所講，神話我憎惡人離婚，我憎惡人虐待自己嘅配偶，我憎惡呢啲嘢。OK， 你嘅奉獻啊，你嘅侍奉啊，神唔會悅納噶。如果佢流淚嘅時候，你所做嘅嘢全部都冇用啊！仲有啊，你離咗婚啊，你啲仔女會變為怪人噶。佢做一啲嘢咧唔合理嘅事情啊！嗱，我再講，愛我遵守我誡命，我會向佢守約施慈愛，直到千代。
你唔愛佢嘅誡命，你去離婚，做神所喜悅嘅，你嘅後裔啊，係受好大嘅痛苦。你為咗自己嘅仔女嘅緣故，你咬住牙根唔好離婚。你聽我講，神可能使用你嚟救你嘅配偶，明白嗎？好，我哋再睇翻呢個嘅誒，睇翻呢個16節7章16節哥林多前書，你這作妻子嘅，怎麼知道唔能夠被神使用你嚟救你嘅丈夫咧？你這作丈夫嘅，怎麼知道你神唔係藉咗你嚟救你嘅妻子啦？整本聖經啊，你寫係救你嘅妻子、救你嘅丈夫嘅地方，你寫係摩太前書 ，OK？ 係摩太前書第1章第15節，基督耶穌降世為要拯救罪人，這話是可信可佩服。你寫原來神要你兩夫結婚，佢知道你有難處嘅，但係神要透過你去救你嘅配偶，救你啲仔女，等你仔女唔會受苦。日林牧師，你點知道啊？我知道啊，打開馬拉基書，打開馬拉基書。如果我哋想神悅納我哋喺神面前嘅侍奉，你好好保守自己嘅婚姻。OK， 馬拉基書第2章，我讀俾你聽。2章第31節，猶太人行咗詭詐，並且在以色列同埋耶路撒冷中行咗一件可憎嘅事情，即係神唔喜歡嘅事情，因為猶太人褻瀆咗耶和華所喜愛嘅聖潔，即係污穢咗呢個聖地，娶侍奉外邦神嘅女子為妻。如果你要救你自己嘅兒女，你叫你嘅兒女結婚嘅時候，唔好娶，唔好嫁唔信神嘅人。OK， 但係如果佢話佢要堅持要做嘅，冇辦法。OK， 就等佢做。凡行這事嘅，無論何人，就是你獻供物俾萬軍之耶和華嘅神，耶和華必從雅各嘅帳棚中剪除佢。點解神會剪除一個娶外邦女子或者嫁俾一個外邦嘅男子？你寫低尼希米，記得我今日冇時間講尼希米一個官長啊，佢叫人你唔好娶啲，唔好嫁俾啲外邦人啊。所羅門就係咁樣，所以變咗國破家亡啊。咁所以咧，尼希米咧用手嚟打佢。尼希米一個加份拿係一個官嚟嘅。OK， 咁當然啦，我哋做牧師唔係打人哋啦，叫佢唔好做，但係佢做冇辦法啦，係嘛？我唔係加份拿，我有咩權利打人啫？係咪先 ？OK， 咁我再睇13節啊，呢個第一件事，即係娶或者嫁唔信主嘅人，呢啲啊，你咧神話我會喺佢家裏邊剪除佢嘅。咁你聽到啲聖經，你話啊弟兄啊，我唔想神剪除你啊。OK， 我唔知你知唔知道我喺教會裏邊喺啲以前我喺香末嗰時，亦都有個弟兄啊，佢唔願意同一個姊妹嚟結婚，咁佢話我願意去娶一個係離咗婚嘅婦人。咁我有睇聖經嘅啫，我知道呢啲事情啫。我勸佢唔好，但係佢冇聽啊，佢繼續做啊。我勸佢兩件事情，我話如果你翻香港見到你爸爸，你話俾我聽，你爸爸做乞兒喺香港，我話你要接佢哋爸爸喺屋企。佢以前爸爸虧待佢媽媽，所以對佢唔好，所以唔理佢爸爸。而家我收到佢信，佢話你可唔可以為我妻子嚟祈禱？我話妻子有 cancer。弟兄姊妹，你記住啊，傳道人同你講嘅說話，你唔好輕忽啊！佢唔係害你啊，佢想你好嘅啫。佢唔聽，佢堅持去做。OK，
13節，你哋又行了另外一件這樣嘅事，使到前妻嘆息哭泣嘅眼淚遮蓋咗耶和華嘅壇，即係你喺聖殿裏邊獻祭，但係你嘅妻子流淚喺你祭物嗰度，以至到耶和華唔再看顧那些供物，唔樂意從你手中收納。你還說這是為什麼呢？因為耶和華在你同你嘅幼年所娶嘅妻子中間，耶和華作咗見證。他雖是你嘅配偶，幼年所娶嘅妻子，又是你盟約嘅妻，你卻以詭詐嚟待佢。即係話你起初點樣結婚，你點樣愛佢，你點樣追佢，神話我睇到。呢家你點樣用詭詐嚟待佢，神話我都見到。人會變心㗎，我話俾你聽，但係神唔會改變。神話我睇到你詭詐，跟住我再講。雖然神有靈嘅餘力，能做多人，神唔係單做一個人咩？神先做亞當，喺亞當一個肋旁攞咗骨出嚟做夏娃，唔係神冇能力做夏娃，神要故意做夏娃從亞當出嚟嘅意思，即係話咧，你同佢合而為一，唔好分開。呢個係神嘅心意。第二個意思就話，佢希望你兩夫結婚，透過一個信主嘅，使到對方雖然唔信主咧，成為聖潔，你嘅仔女係聖潔。佢希望你有敬虔嘅後裔。即是話哥林多前書保羅喺第7章所講嘅嘢，係馬拉基書第2章出嚟嘅。弟兄姊妹，好少傳道人現在講道係用舊約新約。求神幫助我哋講唔好講自己嘅意見係講聖經咩神喜歡，咩神唔喜歡。神好大能嘅，可以做兩個人點解唔做兩個人，做一個人係咪唔夠骨頭咧？唔係啊，為何只係做一個人乃係叫一個人結咗婚之後唔好離婚乃係佢願意人得敬虔嘅後裔。一離婚嘅時候，你啲仔女就怪怪噶啦。所以要謹守你嘅心誰也唔可以詭詐待幼年所娶嘅妻16節，耶和華以色列嘅神說，休妻嘅事同埋以強暴待妻嘅事，都係神所憎惡。我哋睇到，我再講，忍去救你配偶。OK， 第二，忍去救你自己嘅兒女，等你兒女唔好變為乖乖。我自己親眼見到離婚啲夫婦啲仔女會走去同性戀嘅，男嘅會同男，女嘅會同女嘅，係我自己親眼見到嘅。求神俾我哋有敬虔嘅後裔，神要祝福我哋係直到千代。愛我，遵守我誡命，保守自己嘅婚姻，唔好做神憎惡嘅事情，唔好神唔悅納你嘅奉獻，唔好神唔悅納你嘅侍奉。如果我哋嘅奉獻，我哋嘅侍奉神唔悅納，你仲有做啲咩嘢係神喜歡弟兄姊妹，明白嗎？你救你嘅妻子，救你配偶，神喜歡嘅。豈唔知道神會透過你救佢嗎？豈唔知道你信主？兩個結婚嘅時候未信主，後嚟一個信主，你冇同佢離開，因為你信主，你嘅聖潔，你嘅信心，會使到你所生嘅仔女係聖潔嘅。我哋為咗仔女嘅緣故，為咗我哋兒女千代嘅緣故，咬住牙根，唔好離婚。OK， 好，我就再睇，呢日結束嘅時候睇翻馬可福音第10章，馬可福音第10章，耶穌從那裏起身，來到猶大嘅境界，並約旦河外，眾人又聚集到耶穌那裏，耶穌就照常例教訓他們，用神嘅說話嚟教導佢，竟然提到唔好離婚呢件事情。
有法利賽人嚟問耶穌：人休妻可以不可以？意思就係要試探他。舍弟兄話：唔好學呢啲法利賽人，嚟到神面前唔好試探耶穌，嚟到神面前亦都唔好試探傳道人。嚟到神面前，嚟到傳道人面前問佢：我點樣可以得到福氣？我個兒女點樣可以得到福氣？明白嗎？唔好以為自己叻過耶穌啊！唔好以為自己叻過傳道人啊！以為去試探佢，表現出我叻過佢啊！明白嗎？唔好做呢啲嘢啊 ！OK， 再睇，跟住咧，耶穌就回答佢：摩西吩咐你哋係咩咧？佢哋說咧就係用《申命記》24章所講，佢話摩西容許人寫咗休書咧，就可以休佢。佢冇講到神憎惡離婚，明白嗎？佢冇講到你離婚嘅時候，再娶翻呢個前妻嘅時候，佢呢個地土污穢，你好難揾食啊！你揾唔到食喺呢個地方，呢個地方冇神祝福嘅時候，係變為曠野啊！唔好使到自己工作勞苦啦。我再講啊，你個工作同你嘅靈命啊係有密切嘅關係嘅。如果你工作順利、道路亨通嘅時候，好大嘅可能你所喺神面前嘅侍奉，神好喜歡啊，神祝福你啊。OK， 我哋再睇，佢話摩西寫話俾咗休書就可以休啦，冇講到，冇提到點啊？如果你後來再娶翻佢嘅時候，呢個地方會污穢，你揾食揾唔到，同埋你所做離婚咧係神憎惡，明白嗎？仲冇講到馬拉基，冇講到你嘅侍奉神悅納，仲有你兒女乖乖 ，OK？ 神又唔祝福你，又唔祝福你嘅兒女，點解要整你嘅婚姻搞到兒女個個都受到虧損咧？唔好咁樣咯，係咪？咁我再睇。跟住佢再講嘅話，摩西因為你哋嘅心剛硬，所以你寫呢條條例俾你。因為就算唔寫俾你，都要照樣做，不如寫埋俾你，等你知道係神憎惡，同埋地土會污穢，係嘛？咁等你知道，到時你搵唔到工做，你知原來我污穢咗地土。OK， 後來你嘅兒女唔聽話，原來我受到我個仔女怪怪，係我要負責任嘅。你唔睇馬拉基書第2章，你都唔知道原來我哋要負責任嘅。你唔係淨係生仔生女啊，仲要教導佢，仲要使到佢成功啊，唔好使到佢得唔到福氣啊。OK， 我哋再睇第6節。但從起初創造嘅時候，神造人係造男造女，因此人要離開父母，與妻子聯合，二人成為一體。既然如此，夫妻唔再係兩個人，夫妻乃係一體啦。神所配合嘅人唔可以分開。嗱，雖然佢話摩西係俾你可以休書，可以離婚，但係耶穌堅持點講掂啊？叫你唔好離開。其實又用翻保羅喺哥林多前書第7章所講啦，係嘛？你點知神唔會透過你嚟救佢啊？係嘛？耶穌降世要拯救罪人啊嘛。呢個我要透過你救你嘅丈夫，我要透過你救你嘅妻子，我要透過你救你嘅兒女，等你嘅兒女唔好怪怪。你明唔明我講咩東西啊？原來我哋要救自己，救自己一家人噶。我唔睇離婚，我唔睇聖經，我自己都唔知道啊。希望弟兄姊妹學到啦，神配合嘅人唔好分開啊。你話嗰陣時我兩個都未信主，你兩個未信主都係神配合啊，明白嗎 ？OK， 我哋再睇到了屋裏，門徒唔明白耶穌所講嘅說話啊嘛，就問耶穌這件事。耶穌就對他們說：凡休妻另娶嘅，就係犯咗奸淫，虧負佢嘅妻子。唔好虧負人啊，寧願等人虧負你，唔好虧負人。OK， 妻子若離棄丈夫另嫁，亦都係犯咗奸淫，虧負咗丈夫。我結束嘅時候講句說話：如果弟兄姊妹因為做工
要去大陸工作，或者去其他地方工作，去美國工作，咁咧你喺加拿大住。如果你丈夫係離開咗加拿大去美國嘅，我鼓勵你買咗間屋，同我自己丈夫一齊，冇分開。我自己親眼見到分開嚟住嘅係兩個，到最後係離婚嘅。邊度講啊？哥林多前書第7章，唔好等你嘅丈夫去犯奸淫啊！唔好等你嘅妻子犯奸淫啊！親愛天父，我多謝你幫助我，唔好做一個愚蒙人，單單睇第7章，亦都幫助教會裏邊都有傳道人係以前離過婚嘅，嚟鼓勵佢，我哋再次行一條新嘅道路。唔係話離咗婚，唔係話犯咗奸淫就唔得救。如果唔得救，大衛又唔得救啦。我哋可以認清楚自己嘅罪。你話以前我唔知道呢啲嘢，而家我知道，你俾我做個新造嘅人，我願意幫助我仔女，幫助我配偶，一齊嚟愛你，一齊嚟服侍主你自己。垂聽你伴我禱告，奉我救主耶穌基督聖名而求，阿門。